70年代，我们的呐喊，部落的耆老，政党的扭曲，这样讲说：你们安那米法律，我们寂寞的在台北的街头，在部落，一个脚步，一村，一个部落，向我们的耆老长辈陈述70年代年轻人的觉醒。曾经在休格兰溪溪畔，望着浑浊的溪水，跟着我的祖灵说：“我的名字叫什么？”我身为一个牧师，在教会，在部落，在都会区，再被人漠视。几番的思索，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跟部落耆老的对话聆听，终于找到一个尊严的名字，叫着马耀。我们为这个荣耀的名字给高度的欢呼。70年代，我为了这些事情，很勇敢的选择到龟山，受监禁了将近1年。在教会有人批示我说我是一个暴力的牧者，认为我们参政从政是不正业。但是在我们的胸膛的血液里面，很清楚的听到主灵在哭泣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最正直、最荣耀的名字，在这一块土地上大声勇敢地说：“我就是马耀比后，小马耀，我是大马耀。”有人把我们当成一个兄弟看，他有一个热情奔放、爆炸的头型，我没有。在70年代，马耀比后还在世新。我看到他带着一个小小的那个叫做卡梅拉，从世新到西周部落到小碧潭，一直到今天。有一个夜晚到我家里说：“牧师，我要参选。”我以为在今年的选举，没有人愿意承接我们原住民运动的棒。我看到马耀比后很正直的，很有意向、有梦想的年轻人，要在这个不对称的政治舞台上为原住民发声，再一次为马耀比后呐喊，好不好？改变，改变，改变！但是不要误解，有人以为说，在我的 Facebook 马岛，他们以为我在参选。正好我就帮小马耀铺陈，为他们、为小马耀、为马耀比后能够在更多的触角上接轨。年轻朋友，70年代有多少的时刻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注意过？我们在台北车站的角落吃便当，为的只是要原住民的尊严。为了只是要让原住民能够在这个被冷漠的社会里面站立的出来。今天看到有那么多的年轻朋友，无分族群，特别在这忙碌的都会区，为原住民打下一个胜利的记号，叫做马耀比后。各位好朋友，不要小看你年轻，在教会的教导里面，我受到信仰的教导。我更要很大声的说，我受到花莲高寮部落长者的教育、精神的使唤。无论在乡下到都会区做牧师的工作，依旧能够成为一个很正直、愿意在原住民文化里面来努力。马耀比后，难能可贵的年轻朋友。在座的年轻朋友，我们接续了这一个神圣的使命。有人认为说，喊的的5万个不止，
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不断的向我们部落的耆老呐喊：妈妈呢，后马法律其他，阿美族的改变叫马法律。年轻朋友，选票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上。年轻朋友，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理性的判断去告诉你们的父母亲，明年的1月14号要投的是谁？马耀比户。我作为一个牧师，要很勇敢的跟大家来报告，他是一个上的人选。在跟我分享的过程中，他很谦虚的在我的家一起来谈，一起来分，一起来建筑那个梦想。最后的时段，我希望我们足以来呼吁，给到帮助。Mamana ho mapapturo di tini Cimaya pihuan kukakali melaan atatayaren na hani umitamu rongai Cimaya pihoto tatayaren hatu sakanga aino finalan。刚刚在黑暗的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到我们春日的头目也在会场，我们给我们春日的头目掌声鼓励，非常熟识。我从他的走路的动作。姿势我一看到就是头目，虚前加上问暖、问安，连我们的头目都站出来，有那么多的年轻朋友站出来。我们希望在明年的1月14号，让马耀比户能够顺利的进入立法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在20年前也代表民进党参选过。没有人陪我，我们一步一步在部落办说明会。为什么要还我土地？为什么要做姓氏的改变？部落的人把门关起来，部落把所有的道路全部封锁。各位年轻朋友，就是要改变，改变的时代已经降临在马耀比户身上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最后。我们一起来呐喊，讲太多做牧师的不会 ending， 来一起来做。我喊马耀比户，阿美族说马达玛，好不好？我们试看看，马耀比户，马耀比户，马耀比户，手，这个赶快好不好？这有一点冷，我在这里热得要命，这样不过帮马耀比户拿票，来手举起来，赶快好，马耀比户，马耀比户。在这个地方，老大哥跟台下的年轻朋友深深的一鞠躬，原终有效了，上去祝福，谢谢。